观众朋友，感谢您再度收看我哋嘅福喜來，我係阿明頭劉孝明。其實講到我哋綠隊啊，我哋從頭講，講到伊個天命，其實綠隊吼，喺早期係伊個軍事嘅伊個機構，嗰是像我哋一般嘅軍隊樣嘅吼，我哋講軍隊，但是我哋可以講係我哋係綠嘅無窮樣嘅隊。但是如果無窮嘅隊，有像頭先我哋講到，伊係一個軍事嘅伊個軍隊嘅話，伊天唔可以像我哋軍事裏邊有乜嘅將軍啦、喪教啦，一啲單位，嗰種睇我哋綠隊嘅話，我哋每隊啊，我有我哋嘅太總理同副太總理。但是為咗要監察到我哋一啲美國，還有保障美土嘅啲我哋客家先民，我哋喺2011年嘅時間，我哋嘅總統府係特別可以幫我哋呢邊咧。本一對我哋太總理同副太總理後台，同時我哋客家嘅事務處，我哋客家委員會，嘛邀請到我哋太總理同副太總理後台，傾下來嘅座談會。但是其實幾多年還是搞唔清楚，我哋各隊嘅太總理還有副太總理有嘅歷史。我哋今日邀請到嘅係我哋萬萬嘅林玉光泰國人喺現場。有同我哋分享講，伊做安度嘅歷史調查地步，一到太總理同副太總理都係很樣嘅種制度，同時喺49歲有樣嘅頭人，還有意思。我哋馬上歡迎今日來賓，玉光哥來到現場。玉光哥好。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林玉光，我係現代都係萬萬49歲年。玉光哥，因為我哋開節目一開始時，我都要講，其實我哋而家綠隊啊，早期我哋綠隊其實係算是一個軍事嘅機構嘛，地步嘅話，我哋當然冇乜將軍啦，冇乜喪教啦，安尼嘅職位，但是我哋有太總理同副太總理。你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太有先講一下講，當初一個太總理係副太總理係樣嘅產生出來嘅，係樣嘅顯出來嘅，同時而係擔任到樣嘅工作。因為咱哋本身他們主持人有講過嘅，伊啊綠隊其實係戰爭嘅伊個隊形，只是因為客家隊同隊強硬做成咱哋都講綠隊。綠隊一般來都分講前後左右總，我哋萬萬都係先鋒隊。因為伊平常時都也係都。太本都練拳本大家人去練身體，就算平常時嘅話，伊每個隊都有一個總理，但是因為喺中國有拍狀頭，下想講有個外地人，我來欺負咱哋綠隊嘅時間，就算綠隊一定大家也到綠隊嘅各隊一定都會做些會議來推選一個綠隊當中一個太總理同副太總理。也前面嘅時間可能都係各有嘅能人大家人用推派嘅。可是當然，如果我哋睇每隊嘅時間，伊這個本身都有這個嘅，我哋講頭人啦，如果說這個每隊有這個嘅太總理、副太總理，但是一綠隊裏邊，伊在突出，伊在顯出一個，可以大家人傾下來議論事情呢。太總理、副太總理，當初一個太總理、副太總理，因為看方來唔係像考試嘅嘛，唔係用考試，今日一樣嘅人冇都講，我透過樣嘅方法，那會變成當初嘅譬如講我哋前隊、右隊、後隊、左隊，一個太總理同副太總理咯。伊對前面也按多嘅界來講，一般來講，一定可能會講有一啲乜嘅地方嘅官員，算有靠到乜嘅軍事嘅，用也一定各有兩方面，一定來推派伊做總理，算副太總理。平常時也就伊各嘅地方嘅也有一定嘅總理。戰爭嘅時間，大家人也都會講現在的個人法度嘅比如講伊嘅做有靠到做官嘅軍事，算乜嘅文官，由伊來推派做總理。即係人哋講法，例如講我哋其實喺平常生平時節嘅話，有太多些事情，無論做戰爭嘅時節，有乜嘅重要涉限人民嘅時節，其實一個時節，太總理同副太總理，伊帶領嘅一種我哋講領導嘅地位兩道 TV 裏邊嘅個重要。其實我哋講，譬如講我哋前一站嘅我哋台北，那開始都講我哋講以衛保台嘅紀念公園嘛，其實，但是其實喺1895年，唔單止喺北埔。
有以卫保台的战争，其实天下的南部嘛发生了过台的战争，那但是大部分人如果把我哋人講，大部分人講，好像就看到我哋北部嘅這種戰爭，但是其實對南部來講嘅話，我哋唔單止對半夜流子衣、火頭種子衣開始，其實天下的我哋陸隊嘅範圍裏邊，大大小小嘅戰爭嘛發生過度。你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睇同我小計下講，其實喺1895年下半年，其實都陸上我哋日本有派另外一個艦隊對我哋幫咗上岸以後，開始睇陸隊發生了一啲戰爭，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睇要講一下好嗎？正如他們就是講嘅，伊本身日本人，伊對台北嘅三吊橋伊嘅上岸嘅時候，其實伊定原來嘅計劃都對北部一直打到台南高雄嘅時候，其實我哋陸隊都開始都有啲就是會議講愛對也嘅抵抗日本人嚟，就算前面19年嘅太總理、副太總理都係李相龍同嘅男人所啲嘅家當嘅小公民，一定都愛對屏東嗰邊愛渡過頭擺嘅安道西線路，更加難人看咧也嘅高屏市。伊就過來一片對打交類愛用嚟抵抗日本人，但是中間嘅時間又發生一啲水災，邊咧講又退後嘅，退後時間過來我哋陸隊又他家人又在參詳，愛多大愛戰也唔係戰，最後伊嘅主戰派同主和派都講，主戰派一定都佔上風，一定都講愛戰。就算人再過開始就涉到第12名太總理、副太總理，太總理都係長治嘅姚鳳陽，副太總理都係我哋49歲林雪賢。但面對幫了嘅日本人嘅上坡田少佐，伊哋嘅軍隊都對佢幫了，就算提嘅鐵戰咧，人哋所啲嘅家當嘅半日了，亦都開始打。也打到火燒狀，真係都一結束。因為我哋玉公講我哋介紹以後，我都記得講，其實嗰陣有談過一個現象，講其實嗰時嘅本頭愛睇我哋八卦山太戰嘅時間，我哋南部嘅我哋陸隊嘅義勇軍停到咗上去，因為嗰時嘅北部嘅開始打嘅時候，其實冇打好多仗嘅，嗰時嘅北部嘅行人都有人派下來講。伊哋最歹可能會睇八卦山，因為八卦山係伊哋個貼起嘅體系，伊希望講睇八卦山同日本邊開始做一啲決戰啦。嗰時其實當初係幾多人出面嘛，我講好我哋八卦山嘅時，我希望講我哋南部一片陸隊嗰邊可以提出人數，搶下去八卦山。但是從頭玉公講嘅，嗰時因為我哋咧下淡水海路，我哋咧行高屏溪。因為河水暴漲，嗰時冇辦法過去，但是因為我哋嘅太總理、副太總理都辭職，因為講我哋冇一天數動員啦，但是馬上都有提升人咧，小公民嘅人，但是嘟嗰時節，戰船都死到崩了，一上到就步月樓，佢從我哋步月樓之一從打到後來我哋咧火燒狀之一，嗰時間我打過球。因為時節前後，伊個也戰打過慘烈，都他們主持人講，本身19屆所有李相龍同小公民，伊等嘅時節，伊等都講伊等言語講出師不利，伊等都辭下來，辭下來再重新注意的，第12名太總理同副太總理都係姚鳳陽，同樣我哋49歲林志賢，第戰都對半日了開始。一下一開始嘅時候，因為男人也有18武器，有山炮，就算第一更加男人所啲嘅半日了有槍控一開始男人陸隊軍也係佔上風，但是男人武器大炮人嘅一兩隻，見打後來嘅大炮都爆嘅時候差唔多建議嘅，都輸拳都輸唔係嘅，左手都進退對。伊個家當推到神秘朝做足天一推無見嘅哋，因為武器兩面查十分一樣，就算冇叫都推到最後一戰，都會更加嘅長治嘅長現場，都能夠所啲嘅火勢戰，嘢都會最尾一戰。即同時嘛，其實我哋求鳳陽太總理即個本身嘅一啲所在地啦，我哋咧重現狀嘅部分。嗰時其實講起來，我哋一般都等於日本接觸台灣嘅一啲過程裡邊，其實
度到最大的一个控制的力量，全部都是我哋客家的族群，北部的客家，还有我哋南部的客家。但是你看，从头到我哋有讲过，有讲到讲，从对不言的生活开始，对一直到新币，慢慢的北上到昨天，然后一直到我哋的重置火手种嘅部分，咁一部分其实橋峰有太重里我哋睇緊人嘅故事啦，但是佢有講到我哋林夕祥，林夕祥也我哋嘅副太重里，伊係49歲年係咪？係，本人伊49歲年。嗰時候談到林夕祥嘅副太重里嘅故事，前面有一機會係咪請我哋有講過同我哋紹介一下林夕祥嘅副太重里？伊我哋完成人讀嘅教科書唔好講啊，主持人，連我本身人大49歲年，我其實我一開始我咪唔知呀林夕祥，我但49歲又出咁厲害嘅人嘅，如果有一機會提去年嘅你主持人講嘅，2021人嘅學會又召開嘅慶祝人6對300年嘅中泰正嘅，做上嚟去年嘅4月嘅時間，都有調查過，有一資料。都有針對太重里同副太重里嘅後台來做一個座談會，在嗰度10月份嘅時間，第二部嘅慶祝也會6對300，人嘅蔡英文總統都有辦一個寶相位圖嘅匾額，本來等嘅副太重里林夕祥。在嗰度如果營會也會關係，我等萬萬有技術點，人會上講假也會副太重里嘅貨房按不得了，所以我哋咧鄉長林國順都帶我哋咧書店，都係副太重里貨房成立書店，在嗰度鄉長都很愛講簡約講過，對嘅文史研究加來看一下，人一位副太重里林夕祥到底是伊是乜個人，下算以那戰役嘅，咱們人開始一出都做一位伊嘅文史調查。在後來人發現到，不得了，以林夕祥，如何人一批實名1895一位的副太重里。故事講起我哋咧林夕祥，我哋咧第10屆嘅副太重里，我感覺到講，其實對我哋來講嘅話，伊嗰種係一啲我哋歷史上嘅名詞，但是我哋有講過，做為一個生意嘅一個調查以後，我發現到講，其實做過幾多個特別嘅事情。休息下，等下我哋馬上同講一段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上檔節目我哋來自屏東灣萬49歲嘅林玉講過，同人講6對嘅太重里同副太重里嘅制度係用來嘅，同時嘛講到睇我哋亞美戰爭嘅時間，我哋嘅太重里同副太重里發生咗乜嘅功能。頭又講又講到講嘅我哋咧49歲嘅林夕祥嘛林夕祥副太重里，咁以下嘅故事因為上一段嘅時間我哋來唔去講。也聽麻煩同人講一下講，林夕祥後來聽人調查地方，伊做乜個事情？林夕祥原來伊定前面伊對喺羅浮房都係天才講，一邊伊嘅來嘅有啲正常講，再經過伊也為林夕祥，伊都帶過來一片嘅貨房，也定萬世實都唔知，攏講伊用到太頭家貨房，原來後來做文史調查。原來如果伊定頭擺時，伊本身伊嘅綽號改到伊嘅鄉人大兵，也係要靠耶穌自建橋。做說我哋後來所啲嘅文史調查講，以前原來時，如果考科，也對地方人士也改說，本身也係一啲原來嘅萬萬嘅重里。就算伊嘅第6對1895嘅議會嘅時候，他跟人攏推派說全面嘅時候都係受講面，過後來嘅時候70年嘅時候，如果家都推派，也會重置嘅消防用，過來副太重里，都係我哋嘅49歲先鋒隊嘅林夕祥。一次有啲問題嚟講，譬如講，從日本人我哋喺接觸台灣嘅時節，當初日本人覺得我哋3年都可以接觸到台灣，因為講台灣都差唔多1年啊，嗰時候伊當初睇台北上岸以後，其實伊3年都入台北上嘛，因為馬上要去開門嘛。咁冇想到下來嘅時節，睇前足嗰頭都開始讀到第一排一啲駐外，後來都講出啲批評對上來嘅時，其實慢慢按
像伊哋按上按脚啦吼。嗰種我就想講，佢接受以後，日本人會因為講就當初吼主動嚟等接受台灣嘅兩人吼，我哋係咪好好提前面事情？嗰種唔講，而家是70年邱鳳陽係我哋李世賢，嗰種49歲嘅片咯。由因為日本人開始接管以後，又特別對49歲一片又特別的一啲我哋講管教冇得管制冇。因為如他們主持人講嘅，伊哋出發也覺得講武器也差唔多，個本身嚟講，就日本人嚟講，伊咁多馬關條約唔定也會應該如果本來講嘅嘢。想唔到對一直都對台北都人北部也人黑人將嘅吳湯先也地好，個江少祖一定要安泰嘅地方，嗰度一時如果順利嘅像我可能規個台全台灣都變難嘅，唔掂也要六隊要按團結，個要按交乖所以說一定都上坡點少做，都對。更加幫了一片又在上岸，又來一直受當嘅多貴嘅多六隊，也係六隊地方。而且講打時節，其實也有前人嚟講同也對位六隊嘅也等於講，咁我唔定都可能可以和談大家人都好講喎。但是因為後來他們講嘅，前面咧是19年嘅時節，後來有70年是一定所有人都已經受是變過嘅。講愛爭所以好，當然後來一定所有嘅六隊嘅一定會頭年都要講咁難得一天都爭到大，就算一定都日本人都之後都一定打到更加他們主持人講嘅，到最尾下時節。伊嘅人更加所啲嘅喬芳容用伊阿嘅太宗理，伊阿嘅副社長重新嘅時節，日本人兩邊嘅人事實也挺多嘅，就算日本人最後有變化一句話講我一定係無差別格殺無論，就算看到嚴目嘅一定都受害，就算更加人所啲嘅副社長是一個形容詞，都撒紅了眼，當然伊也要太總理，伊本身咧日本人處理迄個，當然撒下來都會更加嘅副指揮官，也副太總理嘅迄個49歲也地方，就算日本人都有變化，我講天意都開始來處理49歲嘅，那麼開始慢慢的日本人都提嘅幕後都提嘅開始集結兵力，我來攻打49歲。但是也要奉上，也慢慢的，一下都達到我哋嘅副大總理林志堅，都有談到嘅，因為伊本身前面經過也係189嘅2月也係火社長戰役嘅時節，5月火燒時，實在嚟講也很慘烈，武器方面人人也犧牲過多嘅，就算林志堅一路拜託人哋嘅休假嘅一旦也得師生，都同也上坡點少做，都嚟講和談，都我哋六隊，都冇再個抗戰嘅，都開始都接受到日本人嘅開始嘅統治。像我哋去年嚟我哋咪要做一個半夜火燒一啲我哋客家體系嘛嗬，個地方嘛講嘢軌道條線，譬如講我哋咧重慶話太總理嘅條線，我哋李先生副太總理嘅條線，咁唔知個看係嘅戲地方，唔知個有冇個感覺？就算沙來他們主持人講嘅，因為伊副太總理實際上我哋萬歲時也唔調人嘅，我哋都感覺過奇怪，既然去年咧，人哋小英總統有辦一個臨時選副太總，一天有乜嘅大事情，有乜嘅該做乜嘅，有啲豐功偉績，喺度我哋調查都講195嘅時，一路係副太總理，也70年嘅副太總理戰役，但是如他們主持人講，伊也會半夜火燒，有人咧櫻花園，伊也做一睇戲嘅時，我哋咁樣感覺過奇怪。伊林田福也人也喺我哋也年代也49歲年，包括同埋歷史學講，我哋經驗以前歷史學唔對，林田福我哋萬世印象，林田福都一直出亡，所以我哋萬世時都覺得伊係作奸犯科一種嘅。係，我冇有問題，你應該想講，奇怪，我記得林田福嘅角色同我哋萬世談到無窮，但是我哋看佢睇戲嘅時候，
又变得无像我角色。嗰时我在想讲，趁有时间，问一下我哋咧，玉皇太后讲，都系林田福迄种样嘅人。林田福我哋後來所做也研田史調查時節，伊本身伊路其實伊平常時路係佢不是路所留一種孤苦以後的一種嘅人民哈。啊，就說一定頭擺時節，又不是乜嘅民客戰爭是嗰度孤苦無依嘅，哦，啊其中一個孤兒伊會所留，啊平常時也會搞藝定客家莊，伊嘅一條肢體練大強。哦，就算伊個提半日了，火燒也會伊個時間，伊係林田福哦，林少貓伊個師傅，但是我哋萬歲時完全唔第一攤，攏覺得伊係徹底徹亡，後來更加所知嘅原來都係伊。頭文講過1895伊個火燒莊嘅半夜火燒時節，日本人都愛攻打我哋49歲嘛吼，後來都我哋都規個陸隊，吼都講安尼我哋都無愛再反抗嘅都接受日本人嘅統治，就算日本政府喺隔2年1897年嘅時節，伊都將也陸隊組織。並入伊個警察系統，實際上伊也個軍事組織都無在運作嘅，等於講嘅也個部業也個陸隊都等於都實際上都無在做嘅。但是再過1年，都1898年嘅時節，我等49歲嘅林田福，因為伊平常時都有搞過多嘅肢體，伊能練大強，但係一下林少貓伊等2年也改好，就算1898年嘅時，林少貓同一林田福，伊等都友好嘅，愛去對日本人又愛做一啲伊嘅反抗，就算一下嘅林少貓伊都帶隊，打更加嘅平壤思路喺頭排，還有談嘅伊等嘅伊嘅日本人嘅關屬，林田福都帶。萬萬尼普49歲、59歲也到各種嘅人，都帶隊去攻打日本人嘅伊嘅長官公署，都係更加難人所知嘅朝主，有一啲小領兵身後有一啲日式建築群，一下都係伊等日本人嘅長官公署，一下又都攻打又成功，斬嘅3日，更加日式建築群也有一啲。衣冠總都係日本人嘅衣冠軍官衣冠總，一下都係林田福一定帶隊，也係治嘅嗰度係殺嘅嗰度日本人。嗰時其實對歷史來講嘅話，我哋早期你應該講，有時講歷史係一個統治者嘅一個故事啦，吼，比如講都係歷史嘅正統係樣嘅東西，其實最主要係統治者係乜嘢來看一件事情。嗰種同我，那按你講後，我哋同我講林少貓、好，都我哋打下阿豪嘛，吼，冇想到以後來其實，以後來聽到迄個林田福，係我哋49歲人嘅一個故事，而且同時我哋萬歲都講林田福，因為林少貓嗰時不俾人因為講係反賊的意思係乜嘢？係反日本人嘅賊嘛。但是其實對佢哋來講嘅話，其實伊係一個說我哋講民族主義。好，其實係一個愛鄉愛土嘅人，佢同時亦係會聽到呢個嘅講林田福，佢早期嘛係講嗰種聽到因為伊同林少貓有關係，好，嗰時變成一個角色嘛，變成一啲反賊樣嘅。但是其實對另外一個角度來講嘅話，其實當時以前係個泰山人啊，好，希望伊攞去樹安度嘅，我哋講其他講無牙學嘅一個聲音嘅，好，同時嘛有搞他個語連強，可是喺當初嘅一個情形底下。等於你講，伊都唔接受日本人嘅統治嘛，好，你希望講可以用這個力量，好，伊哋開始打阿豪，伊哋打朝主，好，得用這個力量，無強用嘅一種做法，其實希望講，睇個日本治理嘅時間，有啲可以翻身嘅一個機會。我嗰陣係談下來講，其實林田福一件事情，其實嘛係後來人，他個人哋講，原來伊同林少貓佢哋關係，同時伊睇當天嘅一種關係係樣嘅。佢其實日本人第一件事情以後，其實按你看上來嘅話，其實喺49歲嘅話，日治時代應該比管得過狠吧？不但管得過狠，甚至我哋萬歲時唔可以講一件事情，也唔第一件事情。但是如一啲個負面嘅影響嘅話，也就會有一啲徹底失望。
啊，我哋万岁是有咩角度要出网络拍做奸犯科的哦，啊，唔伫遐干事情，但是后来我又因为我做以慢慢杀起四条杀起发展下去中观社时，我都又开始收集遐史料。啊，后来发现哦不得了，原来更加也朝主也律师建筑权，也有南人台湾检察日志，伊等也就有确实记载。林田福一下子都带队，又将也日本人又攻打，就算台湾主持人讲呢，其实一下林少猫是各有名气，甚至讲啊更加林田福其实是真实攻打潮州的一点的主角，也还有成果，但是因为历史的诠释，甚至更加在潮州那边，又没以林少猫为主哦啊，但是其实林少猫一下是打伊的。打品公司，是都安尼啊，但是也都讲啊，也主持人他们讲，我对历史的诠释哈，其实是因为哈，伊的主政者哈啊，伊用伊的角度来看事情。就算台湾我再补充来讲啊，像台湾的主持人讲啊，啊，做乜嘅我哋万岁唔伫遐嘅林田福，也唔伫林志祥。大部分的东西吼，我哋喺咪下一谈到来讲，因为其实吼，我哋万岁时从我谈讲啊，蛮很用翻译，蛮也好译，但是。我哋慢慢睇以後，然後發現講，其實故事真正唔係嘅，休息下，對下我哋那堂有講過同講。翻過來，復起來，上個節目我哋來自屏東灣滿49歲嘅林玉講過，同人講到林田福嘅故事。其實後來吼，還有一段幾重要、幾精彩嘅故事唔曾講到，我哋馬上請我哋玉講過同人講，因為我同人講下林田福後來嘅段嘅故事咯。啊，就算主持人特別講啦，咱哋沙來上一段伊嘅本身，其實林少貓係拜林田福為師傅。啊，但是提林田福攻打潮州的時節，他南人所地嘅更加伊嘅潮州嘅就是伊嘅建築群，也係以林少貓為主題的。啊，也怎麼會有一段歷史？如係因為他們講嘅，南人到1895，吼，啊也以為抗戰嘅時節，啊落來到有插嘅各沙無論啊，將火石狀啊貴嘅啊。戰呢個嚴重啊，做到日本人上破田燒咗成，一路由變化去攻打四條水，也係副太總理，也係總體位啊。台灣我也有講過嘅，而副太總理嗬啊，也都有同日本人啊，談過啊談好嘅啊。就算隔嘅2年，1897年嘅時，日本人都將一位人哋客家種嘅陸隊一位組織。都將伊嘅組織嚟變入以前咧日本人嘅檢察系統、警政系統咧，啊，實際上伊也嘅陸隊嘅軍事組織啊都冇提運作嘅，啊，但是因為下來有各個因緣，如係我等他們講咧，伊嘅林少貓嘅師傅林田福啊，伊又再帶隊啊，屯灣萬、尼埔、4條水、5條水、陳德全，也到各種台灣人帶嚟出島人。啊，有攻打南人，更加他們所講嘅潮州伊嘅日式建築群，伊嘅以前嘅日本長官公署，啊，也同日本人也打嘅落花流水，啊，也爭嘅三日，將日本人也其實也係治嘅嗰黨人，嗬，啊，當然殺落日本人都唔會絕對唔會變過4條水嘅，嗬，啊，就算日本人都將4條水屯灣萬。尼埔嘅我哋嘅文獻總共認為1000個人，啊，我哋所地嘅4條水以下可能將近有被認為500個，啊，我哋後來所做田野調查時，都更加係4條水伊嘅全辦公處沙期發動中心，身後有一啲日本時代做嘅升旗台，談講一下是所有嘅反抗嘅更加能講嘅抗日英雄嗬。啊，也係意思，如果睇啊對殉難嘅嗬，亦就係一旦咧抗日英雄都全部都睇啊受難處啊，後來一大位殺得咁多人嘛嗬，絕對唔可以冇處理嘛，啊因為你冇處理一定會有瘟疫有乜個片，就算係所地嘅都講一大位人都草草嘅
伫个你摕牛皮也好，你更加所伫个万山种一只简简单单，你摕卖迄个。後來日本人因為前3日本人統治台灣50年，前3年嘅時間唔能有前面190以外，過來3年有一連天福又對我哋做順日本人絕對都冇中國四條水嘅。後來我哋所調查到講，伊沿着四條水有一啲反古石字。比如講四條水、頭尾5條水、陳德純，一篇嚟講有個萬萬年譜嘅嗬。做說伊也後來47年，對也個四條水也個記嘅狀態，有特別的做對待嘅監管。就等於講，其實因為講一片地方嘅人真係是唔輸高啊，吼！明明講好嘅，又出來啲連田豐啊啲人，可是對於啲日治政府來講嘅話，伊當然會特別的去管制一塊地方。咁從人嚟講嘅話，其實要管制以後，同時頭唔好講嘅，喺承德女僕嘅四條水慢慢，慢慢話嚟千個人。咁你看，其實嗰時就人已經冇話嚟從其他人安度，吼！要全部留去，而且大部分都係西來吧。咁咁嘅時間對幾個總頭行來講嘅話，西來路大部分路變成是講，社會嗰度西來，因為全部留去吃嘅咧，吼！咁幾時係咪有咁嘅情形？主持人，唔講嘅冇錯，像我哋後來以前辦事嘅時候，我哋本身我哋唐宋批嘅，我哋四條水人錢有錢。包括我哋家族，我哋有咩有120甲嘅土地，一下我都感到個奇怪。讓我我公太嘅時節吼，讓我無姜去也摸嘢一隻邊南一啲來嘅來做我嘅公太，但是就我所知嘅嚟講，一般嚟講台北時節唔係講太地主嘅話，唔係無姜有3尺4尺，我也咩太婆、2婆、3婆、4婆，嗰簡單事情啊！太婆無姜2婆、3婆、4婆、5婆姜嗰個，用我無班咧單單可以存咯。後來所知嘅人來都係因為下時節可能都公嘅公太上嘅公太，一定有兩樣天，所知嘅都係提下時都犧牲嘅。唔但搶伊我記後來做文史調查時，嗰度廠更加有一啲林子春，伊也係抗日英雄，安度伊也係提1898那一年，就是南南復振伊也係提人模的。左順變嚟講左陳講4條水，後來都他今年都會先生恐嚇嘅，對一件事情，從此都。對採取原則是，你講對點樣嘅怎麼嘅對塗白，或者是說抹殺掉，因為你點樣講連田福一樣嚟話，人怎麼講以測的人類給做調查會反賊的意思，就說為什麼唔可以承認，也唔可以去講第一件事情，因為絕對唔可承認，因為唔要承認。挨定所有嘅4條總台灣人都係犯罪意念，所以絕對唔可以承認一件事情。沙下來都開始經過40幾年，一件事情慢慢嚟都係經營得嚟。因為我喺呢副嘛，但是都感覺到講，其實慢慢4條水5條水，其實我感覺到講，因為天地，唔講條水嘛，頭條水、2條水、3條水，你表示講入邊天內嘅水淺幾多？可是幾號種，絕對幾號種無嘅，南部人哋頭一好，然後人哋看到那有幾長木嘅，咁我都想我奇怪，佢做乜嘅？當初人哋講慢慢4條水冇像其他村莊安尼發展好啦，同人有講過安尼講，我發現咯，其實佢可能係個47年嘅一個人哋講有意思嘅一個監管底下，變成講一片地方發展都被壓制住了。因為譬如你這個從我嘅跳到地方有講過，其實你對嗰個諺語地方安語地方，馬上又發現到一件事情。你有冇同我哋觀眾朋友睇下分享一下，你這個一啲觀察好冇？我哋所知嘅以前4條水，伊本身嘅行政單位係台南知府鳳山縣4條水台總，以前4條水係13台總之一，就算伊定。
如迄一块水源头，一块又可以算的，说算的可以行啊到对东方，行啊到四条水嘅地方嘅人，啊，就算四条水头摆千多年，可以养活几多年。啊，就算有几多谚语，譬如讲啊，四条水人掉下马，落先唔得，哦，啊，佮也有讲啊，四条水人掉下马硬添咧，啊，就算因为以前四条水迄一个十分的太重，我所伫嘅头摆万迄有酒驾，啊，人所伫酒驾如果可见，一下是有亚神法，啊，就算一下可以对人也就可以了解讲。四条水头摆迄十分的多年繁荣的人风鼎盛的地方，但是因为主持人讲的啊，因为日本人过来的时间，伊等因为伊开始日本人来到台湾的时候，伊唔係完全以農業為主的，啊，當然以清朝的時間，農業社會，就算我哋四條水本身都係喺河壩上後，就算佢發展。啊，日本人來的時間，伊慢慢嚟對農業開始有一啲農產品加工，啊，就算伊如日本做嘅47年監管吼，也為四條水人講，伊將要東港西吼，伊如政治啊，就算上游嘅更加南三地門大廈。伊嘅愛寮溪同伊嘅北愛寮溪同南愛寮溪，頭擺實其實是對也係東江海嘅，啊更加都伊嘅有啲長基地方政治嘅，啊如台灣更加難所啲東港溪嘅，啊也將上游嘅一條水，如引起魚龍，引起岐山，水如也冇嘅吼，啊後來火車如也提更加嘅潮住，哦也竹田屯嘅加動，啊就算係等。可以轉型做農產品加工，還算做全球貿易，也食材可以冇簡單。啊，慢慢嚟，都開始都經過國民政府時都以純粹農業，啊都一出到更加都更蕭條。幾多我哋村莊地不會有幾多歷史的故事，有的歷史的故事我哋當初談好了係歷史，但是其實也等於的歷史天味。可能同人哋想嘅冇同樣，前面也透過我哋有廣告同人哋分享，我哋分享到講，其實我哋佢熟悉四條水地方，也有安通人嘅故事。今日講其他嘅人呢，有廣告到現場，分享安多四條水嘅故事。多謝主持人，多謝各位觀眾朋友有幸來了。